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 Helen。今日帶大家嚟睇嘅呢，就係屯門站頂蓋嘅一個屋苑，叫龍門嘅。龍門呢，就喺2012年嗰陣時呢，新鴻基喺呢度打造嘅一個叫做屯門樓王。咁啊喺正個西鐵站頂蓋啦。咁我哋樓下呢，就係商場啊、街市啊，咁啊係成個屯門最熱鬧嘅地方嚟嘅。事不宜遲，帶你哋望下。龍門係新鴻基以及港鐵於2012年精心打造的地鐵上蓋物業，合共分為2期，提供1991個私人住宅單位，由372尺嘅一房起至到2000尺嘅複式天池單位，適合多方面需求嘅客人。龍門嘅全部單位都做到緊廚，以及90%單位都單邊開揚，更加有部分向南嘅單位可以望到屯門公園景以及海景。同埋屋苑設有頂級嘅會所設施，主打不需要行出家門就可以解決生活上一切嘅所需。交通配套，樓下就有巴士去到機場，只需要15分鐘嘅車程。去九龍、港島亦都好快，以及佢喺正個地鐵上蓋度，更加有永東、中港巴士穿梭去到廣東省嘅多個城市，或者直接坐 B3X 去到深圳灣口岸，亦只需要20分鐘嘅車程，交通相當之便利。樓下龍門基座就係大型商場 V-City， 亦有天橋連接到屯門市廣場、時代廣場、屯門大會堂等等。行過另外一條天橋就係屯門最大嘅新墟街市，另一邊就係屯門市政公園，有12.5公頃嘅位置俾你帶啲小朋友落去放電，仲臨近屯門圖書館，生活配套極之完善以及方便。各位家長最重視嘅呢，就係校網。龍門為71區小學校網，附近小學包括有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小學、順德聯誼總會學日東小學，中學有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、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。如各位想知更多詳情，請即刻聯絡我哋中原屯門龍一分行，或者直接 call 我 Helen。拜拜。